大家好，澳門市司法警察局破獲本澳歷年嚟最大宗偷運毒品大麻案，一名25歲周姓香港男舞台技工涉嫌偷運約重35公斤嘅毒品大麻花，市值超過3000萬澳門元。一班從東南亞國家飛抵本澳嘅航班入邊，有一名可疑嘅乘客，亦即係本案嘅拘留嫌犯，懷疑販毒。咁本局嘅人員呢，隨即喺機場作出部署。並且喺澳門海關同埋治安警察局嘅配合下，喺同日晚上，當涉案男子抵澳提取2個寄艙行李箱後，本局嘅人證人員立即採取截查行動。結果喺涉案男子嘅2個行李箱入邊，總共搜獲咗60包懷疑毒品大麻花，共重34,951克，亦即係約重35公斤。喺今次行動入邊，本局總共搜獲毒品大麻花34,951克，合共嘅價值約為3,495萬1000澳門元。而呢宗案件呢，亦都係澳門歷年嚟破獲最大宗偷運毒品大麻嘅案件。今次嘅行動，本局成功截斷咗國際跨境販毒集團將大批毒品經澳門轉運到鄰近地區。本局將會繼續深入調查案件，以及追查其他嘅涉案人士。我哋稍後將會以不法販賣麻醉品及精神科藥物罪將嫌犯移送檢察院偵辦。關注澳門事，了解身邊事，多謝收睇，拜拜。